坑华南社区发展协会以及这个华南实验歌手共同开发出 What's Coffee 这个咖啡的游戏，伫今年正式发表，会使哪算哪有咖啡的知识，看到台湾咖啡的鸡蛋。 高坑华南地区发展协会和华南实验国小做伙开发咖啡导游，内容包括餐横管理、咖啡加工等等。带孩子亲临现场，他才有办法感受到这份土地的一个生命力。那我们现在华南做的一个课程的部分，不只是一个咖啡一级的产业，我们透过课程呢，带孩子进入一个整个咖啡制成的一个现场。 咖啡导游 What's Coffee 你是啥物卡？结合各种咖啡和游戏专家的讨论，对在地教育来讲真有意义。最好玩的应该是采那个咖啡的果实啊，就是每一颗分数都不一样，然后要拼速度的，我觉得很好玩。觉得很好玩啊，虽然有点复杂。最好玩的部分就是收集浆果，因为很刺激。在游戏的过程学到各种咖啡知识，卖当更加了解台湾咖啡的价值。 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